喺香港，截至2015年年底，一共有2000幾人等候器官捐贈。好多人等唔切接受移植就已經離世。其實只要一人行多一步，病人就有重生嘅機會。只有腦幹死亡嘅病人先至適合遺體器官捐贈。本港每年大約有4萬幾人死亡，大部分人都唔適合捐贈器官。而喺合適嘅人入面，只有少於1%嘅人屬於腦幹死亡。好多人都有誤解，以為只係有眼角膜同埋部分器官可以捐贈。其實腎臟、肝臟、心臟、肺、皮膚同骨骼呢啲器官同組織都可以捐贈。只要器官功能良好，冇感染嚴重傳染病，捐贈者一般冇年齡限制，而且可以同時捐贈器官同組織。一般癌症病人都不適宜捐贈器官、皮膚或者骨骼。不過，如果佢哋並非患上淋巴癌、血癌、骨髓癌或者涉及眼睛嘅惡性腫瘤，死後仍然可以捐出眼角膜。唔好再等，利用 QR code 嘟一下就可以網上登記器官捐贈，將愛傳出去。